续来看桃园机场的便所，那清气舒适，搁伫咧便所内底来安装着智慧通报系统，会当来监控着臭味。卫生纸伫要用完，系统嘛会自动来通知，清洁人员会当专门来掌握着便所的状况，随时保持清气。所以桃园机场的便所得到日本厕所协会肯定，摕下未来赏甲人气奖2大奖。 这就是我们干部会干部的画面。拍开手机啊，收到系统的通知，工作人员随归摒扫。拍开卫生纸的壳架，内底有低感应器，随通知管理人员爱补卫生纸。这个是异味的侦测器。料道边啊，搁装臭味的监测器，若是有臭味，工作人员随收到提醒，得赶紧归摒扫。桃园机场便所装智慧通报系统。 便利的侦测模式，和环境变甲舒适，嘛互因得到国际大奖。日本的这个厕所协会颁给我们这个未来奖，这个是未来的这个厕所管理的一个趋势哈。那所以就特别给这个奖励。桃园机场毋是第一摆得奖，2002年头一摆参战的时，就得到会员投票肯定，摕到公众投票奖。去年是摕到未来奖含人气奖2大奖项。这边有一些这个侦测，就是说感应。 的这个盒子哈，那来告诉我们的管理人，就说清洁的管理人员啊，那他用 App 的方式来通知。机场针对使用率悬的73间便所装智慧通报系统，伫咧水槽啊含涂骹斗湿度的感应器，确保水槽啊含涂骹无积水。出入口的天棚嘛装临潮监测关卡，若是去便所的人侪，系统得发出通知，工作人员麦当即时来到现场加强摒扫。阿摩尼亚含硫化氢气味侦测感应关卡，会当监控 臭味的气体回报工作人员，确保便所内底无臭味。尾后可以当伫咧卫生纸的壳角内底装监测关卡，若是卫生纸的量比5%少，得通知工作人员来换卫生纸。有没有发现说没有纸的状况？基本上都是满的，没有发现过缺纸这样子。桃园机场预计伫咧未来3年内继续分扩23间智慧便所，互游客伫咧出国的同时，麦当享受到舒适的环境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